安裝好晒有關嘅空調同埋通風設備之後咧，都要有電先至用得㗎。咁就要靠冷氣供電總掣櫃啦。掣櫃喺出廠之前，一定要核實佢嘅裝嵌係符合測試證書 Type Test Certificate 模式嘅要求，同埋已經做妥絕緣測試、高壓內壓測試、機械測試、首級注入法測試、次級注入法測試，同埋銅巴接駁位測試。咁冇問題啦，掣櫃就可以運到地盤進行安裝。跟住喺接線埋掣櫃之前，仲要重新做多次出廠前嘅所有測試，確保冇問題啦，咁先至 OK 噶。最後接駁電纜埋掣櫃咯，一定要合乎電力公司嘅供電規例至得嘅。知道啦，炳叔，跟住梗係測試啦，有請專家。當所有安裝步驟完成咗之後咧，有一個好重要嘅程序，就係調校同埋測試，咁先可以令到成個系統咧達到設計上嘅要求嘅。冇錯啦，喺測試之前，先要齊備所需要嘅測試儀器，包括歐姆錶、電流錶、風速錶、乾濕球溫度計、轉速錶、流量計同埋噪音錶。咁首先，所有接駁電纜要做絕緣測試，而摩打咧就要做控制線路測試嘅，包括量度升角轉動時間、電流過載保護、起動同埋運行電流等等。跟住就要測試冷水系統嘅水泵啦。首先要按照圖則嘅喉路，將相關嘅喉管閘掣打開或者關閉，檢查指回閥嘅方向啱唔啱，摩打轉向同埋轉速係咪正確，跟住量度出入水磅錶嘅壓力差，之後就可以進行水質化學處理啦。佢個做法咧就係先將冷水喉網絡注滿清水，加入以稀釋至適當濃度嘅藥水入去系統清洗喉管。點解啲水喉都要用藥水清洗嘅？因為喺施工嘅期間咧，會出現鐵碎同埋油污嘅現象，而視乎工程嘅長短咧，生鏽嘅現象亦都會出現嘅，所以用適當嘅藥水去清洗喉管，然後啟動循環水泵，至少要運行24小時，唔係就洗唔乾淨喉管裏面噶啦。然後將系統裏面啲水放出嚟，之後重複注入清水嚟沖洗整個冷水系統至少2次。記住，每次都要清理埋水泵位嘅垃圾格至好啊！點解又要做咁多次啊？咁樣先至可以將啲水喉洗得乾淨嘅。仲有2個步驟要做，就係要抽水板攞去化驗所檢定水質，跟住咧就要加入防鏽添加劑喺水喉入邊去保護水喉。呢樣我知，就好似我哋做完 facial 一樣，要搽翻啲護膚品保護翻塊面。但係啲水質係咪真係對整個系統咁重要咧？重要，因為水係整個系統嘅供冷媒體，同人嘅血液一樣。而水質嘅好壞就會直接影響系統嘅運作、能源效益同埋設備嘅壽命。咁你話重唔重要啊？哦，咁跟住要測試啲咩啊？跟住就要測試製冷水機啦，必須要由生產商嘅技術員負責嚟做嘅。先檢查各機械嘅部分，睇下有冇損壞，冇問題咧，就要做控制線路測試，同埋各項壓縮機安全設備嘅模擬測試，包括高低油壓停機、高低雪種壓力停機，同埋低水溫停機等。之後啟動水泵同埋製冷水機，量度佢哋所產生嘅噪音對附近環境有冇造成影響。如果超過環保署所定嘅標準，就要安裝減音設備噶啦。輪到空調風機、風機盤管同埋風機嘅功能測試啦。首先檢查風扇轉向係咪正確同埋暢順。如果風扇係帶動型號嘅，咁就需要校正風扇皮帶嘅寬緊嚟修訂轉速。之後量度風扇嘅轉速、出風速度、風量。到空調風機盤管測試咯，就要量度同調校每部空調風機盤管嘅出入冷水量同溫度，同埋出風速度啊。跟住就要按批准嘅施工圖則嚟調校整個空調及通風系統嘅風量分配，仲要量度下室內乾濕球溫度，直至符合設計要求為止。咁就可以避免有啲地方熱，有啲地方凍噶啦。國強仲要測試啲咩啊？仲要試埋當有火警信號嘅時候，有關嘅空調通風系統必須自動停止，而樓梯加壓
同抽煙系統等與消防聯動嘅系統就要啟動運作。最後記得要整理好以上各項測試嘅記錄，集齊各個系統設備嘅資料同埋有關裝置嘅完成圖，嚟制定一份操作及維修手冊，方便日後保養同維修參考咁先至得㗎。做足功夫，最後通過埋消防處嘅測試合格，成功攞埋張通風紙，咁就大功告成啦。好啦，如果每一個工友都可以盡力做好頭先我同國強所講嘅每一個工序，咁就已經達到優質工序嘅目的啦。知道未啊，國強？知道啦，炳叔。